电影《高味》除了是今年第一部总票房破1.5亿的国片，也是摕下金马奖6项提名的好片。更难得的是，因为主要场景拢伫台南所翕，对行销台南的景点甲美食有真大帮助。所以市府文化局除了补助180万的拍片费用，提供行政资源，伫市长黄伟霆号召，上有侪参与包场的企业甲业务拢到场收听。包括经营餐厅来拍片的头家，嘛拢表达包场的心意，场面温馨。很高兴这个片子是在我的餐厅里面有取了3个场景，厨房跟寿宴，还有那个外面的场景哦。那不只是得了这次的2020的金马双金马，还有破了纪录的这一个票房，那也是为了要支持我们台南。支持国片，所以我也支持市长，我们台南市大家企业来响应，那大家来包场，所以我想应该会再破更高的纪录，2亿的最高纪录。我觉得从退一万步来讲，不管他有没有得奖，我们都要包场，更何况他是得了大奖，好，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点更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大鼓励特鼓励，更何况部位里面不仅介绍了很多台南的场景，也介绍台南的美食。继之前的肉燥饭之后，现在又有这个虾卷热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希望大家来这个多看这个菇味。那看了菇味之后，光看不一定过瘾，你要吃才过瘾，所以一定要来台南吃虾卷。我们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包场看菇味。收听高味，除了是支持国片，嘛是支持好电影，更是支持台南。目前企业包场已经有13场，市府嘛欢迎市民找时间去电影院欣赏，看完电影顺续来一撮高味的小旅行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